靈修2025年6月2日，耶穌對他說：女兒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去吧。路加福音8章48節。當我聽到講道提及那位患血漏12年的婦人的故事，路加福音8章43至48節，心中深受感動。她身體長期受病痛折磨，也因為在猶太律法中被視為不潔，遭到社會隔離與拒絕。她花盡一切財產求醫，卻毫無果效，甚至病情更重。但當她聽到耶穌的消息，心中生起信心，相信只要摸他的衣裳，就能得醫治。在擁擠的人群中，她冒着被責難的風險，悄悄地觸摸耶穌的衣裳，奇蹟發生了，她立刻痊癒。耶穌不但醫治她，更停下腳步，公開稱讚她的信心，溫柔地對她說：女兒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地去吧。這段經文提醒我，信心不是等待萬事俱備才開始，而是願意在困境中相信神仍然掌權。我們每個人生命中也可能有像血漏婦人那樣的長期痛苦，但神樂意醫治、接納、恢復我們的尊嚴與身份。願我們學習他的信心與勇氣，勇敢地靠近主，也相信他關心我們每一個人，並樂意賜下全然的醫治與平安。我們來禱告。親愛的主耶穌，謝謝你是那位憐憫人、醫治人的主。當我想到那位血漏的婦人，心中滿有感動。她雖被人排斥，卻仍勇敢地靠近你；她雖身心破碎，卻仍存着信心找住你。主啊，有時我也像她一樣，面對長久的痛苦、失望和無助，甚至懷疑自己是否還有希望，還被你看見。但今天你提醒我，你看重我，愛我，願醫治我。求你幫助我有像他那樣單純又堅定的信心，在困難中仍願意伸出手來觸摸你，相信你的能力遠超過我所能想象。主啊，醫治我心靈的創傷，恢復我被壓傷的信心與尊嚴，讓我聽見你溫柔的聲音說：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地去吧。我把一切交託給你，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，阿門。